德阳市委市政府对马里扬·李斯特斯基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，并介绍了德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。李相志说，作为成渝经济区重要组成部分，毗邻成都的德阳是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，联合国清洁技术与再生能源装备制造业国际示范城市，也是亚洲最大的雪茄烟生产基地，产业基础雄厚，配套协作能力强，技能人才众多，是一座产业之城，同时也是一座宜业、宜商、宜居之城。近年来，德阳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往来明显加强，贸易额逐年增加，德阳愿积极推进与普利莱普在经贸、人文等领域的友好合作，不断拓展合作领域，提升贸易规模，重点开展机械制造、化工产品、大理石建材、烟草等方面的经贸合作，进一步加强旅游、文化、艺术、教育等领域的人文交流，推动德阳与普利莱普建立发展友好城市关系，促进双方合作，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。马其顿普利莱普市市长马里扬·李斯特斯基说，德阳在机械制造、烟草加工等多个领域同普利莱普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，希望通过此次考察加强与德阳的沟通交流，努力寻找深层次、广层面、多形式的战略合作。同时，热忱欢迎德阳企业到普利莱普投资兴业，推动两市在经贸、人文、教育等领域深入合作，实现互利共赢。普利莱普市议长尼科拉·迪麦斯基、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朱加德等参加会见。普利莱普市位于马其顿共和国南部中心地区，是马其顿重要的政治、文化、教育和商业中心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普利莱普拥有全球最优质的大理石矿山，也是世界著名的优质烟草生产基地。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陈新友对普利莱普市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，并介绍了德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情况。陈新友说，马其顿共和国作为与中国有着传统友好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，自然条件优越，物产和自然资源丰富，发展潜力大。德阳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工业城市，德阳造产品行销海内外，并在发电设备制造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诸多领域崭露头角。德阳市与普利莱普市双方在水电开发、食品、纺织、建材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。希望通过此次来访，双方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，进一步加深交流合作，为两市互利双赢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。普利莱普市市长马里扬·李斯特斯基介绍了该市基本情况。他说，马其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，普利莱普市的文化艺术氛围浓厚，人民热情好客。目前，马其顿正致力于将本国打造成为投资者的乐土。普利莱普市建立了多个经济发展区，提供多种优惠政策，希望加强与德阳的交流合作，欢迎德阳企业参观考察和投资发展。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，陈新友与马里扬·李斯特斯基分别代表德阳与普利莱普市签订了友好交往合作备忘录。普利莱普市议长尼科拉·迪麦斯基、德阳市领导肖龙溪、杨震等出席活动。当天，普利莱普市代表团一行还深入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新基地、川渝中烟石坊烟厂、蓝箭饮品、香港马会德阳五中等地参观考察。考察当中，德阳雄厚的工业基础、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现代化的市政建设，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另据了解，经中国驻马其顿大使馆牵线，德阳市政府代表团拟在今年8月赴马其顿普利莱普市展开友好访问，期间双方将就建立友好城市、开展相关领域合作等事宜进行深入洽谈。